谢大家平安。平安。礼拜时间已经到啊，请咱三甲地板心来敬拜上帝。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互我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名。三角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八首，也捌观看无限强强，强强无穷，也捌观看无限强强，千万千神布满天空，河海交长，光明系统，宣扬上帝创造风光。日头出现，东升西落，彰显上帝全能创造。伊发光辉，照遍宇宙，施展大能，统管万物。请咱起立来吟这首。
上帝十条诫伫圣诗的头前第11页。上帝十条诫，第一诫，我以我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诫，毋通为着家己标天偶像，不论伊建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因的像，毋通敬拜因，也毋通服侍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完全毋容允用别个上帝违背我。原本我为着伊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囝我受我改命的，我是允互伊直到千代。第三诫，毋通人送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人送称伊的名的，耶和华直到无掠伊做无罪。第四诫，着伊必按triệu日收伊罪行。6日内应该着活，做伊一切工，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这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老母、女婢、前生，以及踮伫你中间的出外人，一切工拢无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万物。第7日就煞，所以耶和华赐福平安6日，设立伊做圣。第5诫，着孝敬你的后弟，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着久长。第6诫，毋通害死人。第7诫，毋通惊奸人。第8诫，毋通偷窃。第9诫，毋通做假工程陷害你的厝边。第10诫，毋通犯你的厝边的事，也毋通犯你的厝边的某、老母、女婢、牛、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请坐。咱再来启应，启应文第8篇，也就是罗马人书第8章，毋是歹势，启应文第58篇吼，我讲毋对字。启应文第58篇，也就是罗马人书第8章，伫圣诗后面1103页。启应文第58篇，关系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上帝人为咱，啥人会当比得咱？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正人而生，将万里嘛会被赐予咱。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宣判因罪而来的是上帝。那安尼，啥人会当甲伊定罪？毋是基督耶稣。伊已经死，故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复活。他真上帝正面给咱理由。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妖恶，是赛车，是危险，也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为着恁的缘故，我为你面对死的危险。阮互人看做看做伫要杀的羊。拢是伊遮的一切代志，咱可向咱上帝名号主尊。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灾是人灾的供应者，也是转运者。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是天顶也是地，是人也是天的做主。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三甲后头来祈祷，阮伫天里的阿爸爸上帝，伫你所定的日子，阮当信的兄弟姊妹，组织伫你的圣殿，同心来敬拜你。
愿主圣神即时到阮三角之地，安静阮的心，引带阮的心思意念，专心注目伫你，互阮的敬拜诚侪芳芳的祭，通互主你来欢喜。至悬的主，阮要感谢你，因为你的道路远过阮的道路，你的意念水阁完全。当阮伫你的圣殿敬拜你的即时，愿阮的心独独向你来天开。愿你的道路诚侪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带阮行伫正直甲平安的道路顶面。主啊，伫这混乱甲破碎的世代，愿你互阮徛会知，毋若是听道理尔尔，乃是会当确实照你的真理来活。恳求你伫你的道路面顶引带阮，无互阮偏离，互阮一日比一日搁较亲像你，谦卑顺服，持守阮的信仰，活出疼的见证。求你伫阮中间赐下对天来的合一的意象，互阮不分彼此，无为着家己的利益，乃是同心合意，要见证基督的疼甲真理。互阮诚侪你荣耀的器具，互每一个人拢知影，阮毋是靠家己的智慧、计划，也是能力，乃是靠着你的灵，才会当成就万事。主啊，阮也为着即个世界向你来呼求，伫一乌甲是中东遮个所在，有真侪个战争、仇恨、饥荒、苦难。愿你的和平会当临到即个所在，愿你的国会当降临，你的旨意会当行伫地上，哪行伫天上。阮即时也要为着阮所听的台湾向你来祈求，恳求主你用慈爱甲公义保守即片土地，互民主会当稳固，自由袂受践踏。阮人民拢会当享受和平甲安稳的生活。求你感动执政者会当有敬畏你的心，行公义、好人民甲真理同行。也求你互台湾的百姓勇敢坚守真理，彼此尊重、合一同心。求你阻挡一切破坏社会安定甲分裂人心的势力，互台湾伫风雨中会当徛会知，诚侪行伫光明中的国度来见证主你的恩典甲怜悯。主啊，阮也要将新生灵欠安的会友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你是医治者，你是安慰者，是阮伫患难中的帮赞。恳求你主你亲自临到遮有欠缺的兄弟的身边，赐下你为天来的平安甲力量。求你医治安慰因，除去因一切忧虑甲重担，我甲求主你坚固因的信心，互因伫困难中经历主你的同在甲恩典。愿你的平安进入因的心中，互因充满喜乐，重新得到力量，哪像鹰鸟会当天实来飞悬。感谢主，你也使阮教会有奉献家己，终身服侍你的牧者，甲阮的长职同工。求主你继续坚固因，赐下信心甲力量来面对一切的挑战。伫疼心甲信心的顶面，诚侪阮信徒的模范。伫主你真理的内面，引带教会继续向前行。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赞美，今仔日圣歌队要唱的诗歌是《耶稣疼我，耶稣疼我》。
耶稣听我，耶稣听我，感谢圣歌队用水的歌声引带咱来学习上帝，下面讲授上帝话。今日要读的圣经记载伫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5章第1节到第6章第1节。出埃及记第5章第1节到第6章第1节。和合本伫第73页到74页，台语汉字版伫第63页，现代中文译本伫73页到74页。出埃及记第5章第1节。后来摩西、阿伦入去甲法老讲。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安尼讲：准我的百姓去，因通伫旷野为我守节。法老讲：耶和华是一位，互我着听伊的话。准以色列人去啊！我毋捌耶和华，也毋准以色列人去。因讲：希伯来人的上帝拄着阮，求你准阮去旷野，行3日的路。这是耶和华，阮的上帝，行了，伊用瘟疫、刀剑临到阮。埃及王对因讲：摩西、阿伦，恁啥事互百姓荒废因的工啊？你去担恁的担啦！法老讲：看即所在的百姓即马真济，因竟然互因刷因的担。当迄日。法老吩咐百姓的刀工者，甲因的头目讲：恁毋通照旧用草，互即个百姓做庄，互因去家己捡草。因前所做庄的数额，恁犹原互因安尼做，毋通小可减少，因为因贫惰。所以后叫讲：准阮去祭祀阮的上帝。恁着用较重的工，互因做，互因着活，无去听无影的话。百姓的刀工者甲因的头目出去，甲百姓讲：法老安尼讲，我毋用草互恁，恁看倒落有草，就家己去遐捡，总是恁的工袂少得。对安尼，百姓四散埃及地，捡草仔油来做草。各工者逼因讲：恁日日着做完恁的工，甲以前有草无各样。法老刀工者拍伊所派管理以色列人的头目，讲：恁昨日今仔日怎样无做完恁的工？照从前的数额做庄啊！以色列人的头目来对法老求讲：啥事安尼款待你的奴仆，无用草互你的奴仆？搁甲阮讲，着做庄，看你的奴仆受拍，实在是你的百姓的过失。伊讲：恁贫惰，所以恁讲准阮去祭祀耶和华，担恁去做工。草毋互恁，总是庄着照额来交。以色列人的头目听其讲，日做庄的额袂通减少，就知害啦。因离开法老出来，拄着摩西、阿伦徛伫因的头前，就对因讲：愿耶和华监察恁、审判恁，因为你互阮伫法老的面前，甲因的人神的头面前有臭名。用刀下因伫因的手来杀阮。摩西倒转去，耶和华遐讲：主啊，你啥事歹款待即个百姓？啥事找我？因为对我见法老托你的名来讲的时，伊就歹款待即个百姓，你也拢无救你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讲：我担要行伫法老的。担你要看见，因为用权能的手，伊要准因去；搁用权能的手，伊要赶因出
伊的地，圣经读到遮，下面讲到今仔日牧师要讲的题目是上帝的道路，咱请牧师。各位听说大家平安。平安。咱已经几若礼拜，拢对伫出埃及记，要来对头到尾，会当了解规贯的出埃及记到底喺讲啥物。咱伫出埃及记中间，咱看到在以色列百姓经历真侪的苦难。咱也是共款，咱活伫现代的世界，其实咱也爱经历侪亲像病痛，也是伫生活中间面对真侪的挑战。所以咱真欢喜咱看到素琴姐甲平龙即马即个几若礼拜需要伫厝内休困，因为进前感染着即个新冠但是伊嘛照期间有即个隔离出关所以咱真欢喜看到因搁一遍来到伫教会，甲咱做伙来敬拜咱也因为安尼来感谢上帝，无论咱经历着啥物，伊一步一步带领咱也相信素琴姐甲平龙兄弟伫即边的即个染疫的过程中间，对伫染疫身体真艰苦，到伫即马恢复。搁会当正常来生活，我想上帝也互因经历侪咱用安尼一切拢用感恩来回应上帝的带领。咱做伙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愿用感恩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就是记在圣经中间你所爱阮了解的你的道理，以及你对伫阮的命令，主啊，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帮助阮会当领受你的话，搁会当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中，互阮也亲像伫埃及的希伯来人共款，面对苦难，阮是倚靠主你一步一步来得到心灵的透放，互阮会当靠着你，阮来面对生活中间的一切。所以恳求上帝你，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过程中间，你圣神带领阮，帮助阮。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所以咱应该爱先知影，就是规贯的出埃及记是描写上帝怎样来回应人的需要。人伫面对挑战困难的中间，咱呼求上帝的帮助，上帝佫是怎样来回应咱，以及上帝是怎样帮助咱来面对一切的邪恶的势力。当然讲到邪恶的势力，咱会受到即个真侪电影的影响，亲像迄个大法师，咱想讲，面对恶势力就是即个魔鬼，然后咧神父摕十字架来赶鬼，洒圣水，然后圣水就亲像即个硫酸共款，压着了后，规个起烟。但是实际上，其实咱每一天咱拢面对侪的挑战，这会当讲就是即款的势力。即款无论是身躯病痛，也是咱面对着咱工作的挑战，咱家庭的负担，也是咱心灵的不安，这一切拢是咱爱面对的挑战。尤其今仔日咱读到的，实际上咱应该是对第4章读到第6章，但是咱时间有限。不过咱出埃及记，咱应该加减拢听过出埃及记整个的故事。出埃及记5章6章，其实就是爱咱知影，就是拯救的基础是啥物？上帝拯救的基础就是上帝，伊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上帝是一个充满权能的上帝。
咱大生就先爱知影，吼，伫咱今仔日还袂读、无读的出埃及记第4章内底，其实有一个真关键的一节，4章21节，上帝甲摩西讲，伫摩西还袂转去埃及以前，上帝甲摩西讲啥物？4章21节，上帝安尼甲摩西讲，上帝讲，21节，耶和华对摩西讲：你转去埃及的时，着注意将我所交伫你的手一切的技术，行伫法老的面前。重点来啊！总是我要互伊的心硬，伊也无要放即个百姓去。咱着知影，大先咱知影，摩西去见埃及法老王，这是一款咱会当讲面对面的对决，面对面的对决。然后咧，上帝差派摩西去见即个世间的王，真有关系的即个埃及法老王，世间的王，这是两个势力伫遐对决，一个是上帝的旨意，一边咧是人的罪恶、贪心。埃及法老王贪着啥物？才会希伯来人人数遐济，无用拍算，我用因来做苦工。这大建设拢需要人来调活，人来工作，免费的劳工。然后咧怨恨，这个希伯来人甲阮埃及人是无共款的种族。然后咧因愈来愈侪人，愈来愈强大，所以咧，我若无好好啊处理吼，袂使。这怨恨，族甲族的怨恨，然后骄傲咧，这是阮埃及人，恁希伯来人。所以摩西去见法老，这是两款势力的面对面的对抗，一边是上帝的旨意，一边是人的罪恶。所以第二下这，不过亲像大大牧师所念出埃及记4章21节，摩西第一遍甲埃及王面对面，会当讲面对面对决，结果是啥物？亲像上帝甲摩西讲的，可怜的希伯来人无得到上帝即刻救援，反倒转来，这煞变做是苦难中间的希伯来人困苦挑战的开始尔。当然，咱知影最后到伫上帝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到伫旷野，互做奴隶的希伯来人，成做上帝百姓以色列人。这互咱知影就是，对人来看，上帝派摩西第一遍去见法老王，所害着摩西所害着希伯来人，苦难搁较大。不过最后上帝所照伊的应允来成全，互以色列人变成自由的百姓。咱就发现讲，这就是以赛亚书55章第9节所讲，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道路较悬恁的道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讲伊家己，上帝的计划通常毋是照人所期待的来行。上帝有伊的计划，但是总是上帝的计划，互咱行过了后，会发现讲啥物？哇！上帝真正关过人。这就是6章1节所讲的。咱
咱讲即个先泄露一下最后的结局。那法老王一开始就答应讲好啦，恁就去。这有啥物？即个出埃及记就无遐尼精彩，但是最后上帝煞透过伫互法老王心硬，然后咧，煞接的就是上帝展现伊的权能。甚至到后来，埃及法老王是安怎？讲啊，恁遮的奴隶紧走啦，紧走啦！甚至到后来，埃及人是安怎？埃及人佫将因厝内的金银财宝、值钱的物件，拢互遮的希伯来人，互遮的做奴隶，讲恁紧走，恁紧走，恁要爱啥物，恁就摕，恁紧走。所以反倒转上帝互遮会做奴隶的希伯来人离开埃及，是经过一款真奇妙，互埃及人想象袂到的方式，互因来出埃及。这叫做上帝的道路，关过咱人的道路。上帝的意念关过咱的意念。当然，咱知影，第一遍摩西去见埃及王，埃及的法老王，法老王的回应就是讲：恁好胆，竟然来找我讲条件，恁遮的希伯来人真好胆。所以埃及法老王就讲：恁既然遮尔好胆，敢来甲我讲条件，安尼我互你搁较艰苦。所以咧，埃及法老王命令遮个刀工的遮个工头，遮个埃及的工头，命令遮个希伯来人，因爱做庄仔。迄当阵敲庄仔是打的草甲土敲做伙，然后咧。埃及日头真热，所以咧打了后就变足长的庄仔。这就是即马咱伫中东埃及遐拢阁看会到，因的庄仔就是安尼。你看到有草，有打的草敲伫内底，安尼庄仔拍打了后，非常长，非常的耐用，几若10担。甚至超过1000担、2000担，拢悠然徛在，这就是迄当阵所谓的做庄仔，就是安尼做。好，埃及法老王命令讲：安尼，恁爱做庄仔，希伯来人爱做庄仔，安尼我爱提供恁遮的打的草料，恁家己爱去找，然后咧爱生产的庄仔。数量共款，安尼变做遮个希伯来人爱去找草啊，然后咧，佮爱来敲土做庄仔，因爱开佮较侪的时间。但伫埃及法老王命令讲，恁生产的庄仔的数量是爱共款的。既要马儿肥，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意思啊！这互遮个希伯来人的首领，反倒转来怪摩西，讲是你害的啦，是你害的。也安尼来怪罪，就是上帝的权能，上帝的应允，来提出怀疑。伊摩西讲，上帝已经应允，要拯救伊的百姓出埃及，但是希伯来人遮个领导者，煞一拄着失败，就反倒转来怪摩西，反倒转来怀疑上帝的权能甲应允。这互咱想到啥物？顶礼拜还是2礼拜前有啥物大新闻？
捷克东欧的捷克传出讲，因调查结果，2024年，即个咱的萧美琴副总统去捷克访问的时阵，差一点啊，互即个中国领事馆的迄个官员计划要开车来制造车祸，这是款暗杀的计谋。结果咧，咱台湾有政客是安怎反应？毋是去怪迄个中国政府，竟然计划要来暗杀咱的副总统，竟然是反倒转来骂咱的政府，对无？讲你安尼竟然互即款代志发生，骂捷克的政府，讲无好好保护阮副总统的安全，煞毋敢去怪迄个想要制造暗杀事件的中国政府啦。这咱讲啥物？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啦，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先来甲咱来知影啥物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啦。这个名词就对伫1973年8月，伫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有一间银行，互一个歹人入去了后，提枪提炸弹，要来恐吓，然后咧，即个将4个银行的行员来绑架、勒索，爱瑞典的政府提供飞行机，然后咧，互因会当来来离开瑞典，因为即个绑匪当时是关监，然后迄当阵瑞典哪会讲即个关监的人会当请假出来啦，会当请假出来，伊竟然透过请假出来去犯了即个大案件，然后对峙4天。伫这4天的中间，即个斯德哥尔摩的警察局就开始甲即个绑匪伫遐谈判。谈判的过程中间，当然会互即个人质来对话。到伫最后，煞发现讲这4天的中间，到伫最后，煞才会互人绑架的即个人质，煞开始同情即个绑匪啦。然后甲斯德哥尔摩的警察局讲：你莫来救阮，第一，你来救阮，若即个绑匪甲阮杀死要安怎？第二咧，即个绑匪足可怜啊，伊敢若有一寡要求啊，伊要得到自由啊，所以伊来绑架我们啊，就反倒转替即个绑架的人来讲话。甚至反对警察局要来救援，所以当时有一个犯罪心理学家就发明这个名词，这是一个叫做Bejero 这个犯罪心理学家就发明这个名词来讲这个现象，互人绑架的人质。反倒转同情即个绑匪，甚至替绑匪来说情，甚至认同即个绑匪，合理化伊的坏事。所以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就是受掠的人，被掳者，因为性命互绑匪来控制，所以反倒转为着生存，会伫感情点面认同加害者。被害者感情上认同加害者，甚至合理化加害者的罪行。这上迄个上简单的例就是啥物？家暴事件，真侪家暴事件内底，受害者会讲啊，阮翁脾气较歹啦但是伊其实是真疼我啦阮翁足歹啦
虽然讲哦脾气无好啦，伊真认真为即个家庭去趁钱啦。阮翁啦，伊是较袂晓表达啦，所以生气起来会动手啦。这伫咱的四周围，有时阵咱若有熟悉家暴受害者，真侪拢安尼反应。毋是伊的毋对啦，我嘛有毋对啦，我讲话较直啦，得罪伊啦，我较袂晓讲话啦，所以拢惹伊生气啦，所以伊甲我拍啦。伊其实人真好啦，是我毋对。这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咱看到伫埃及，互人苦毒的希伯来人，敢毋就是有即款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甚至因出埃及了后，也一直发生即款的代志。因上帝互因得到透放，到伫旷野得到自由，但是伫旷野无办法照三顿得到食，做奴隶食较歹的，至少做人的奴才有物件通食。到伫旷野做自由的百姓，但是咧爱家己想办法找食，所以伫旷野暂时无物件食，就开始少年做奴才，互人苦毒的生活。讲迄当阵，互人苦毒，互人拍，互人骂，但是至少三顿有物件通食，食一个粗饱嘛好。这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这伫出埃及记咱会发现，一直发生，一直发生。这讲到咱的信仰是啥物？真侪人会讲，我信主了后，煞面对着真大的苦难。真侪人讲，我洗礼了后，我就马上面对着挑战。真有可能。有人洗礼了后，就因为安尼就离开信仰。但是有真侪，也有真侪基督徒面对着信仰的挑战了后，虽然讲心中艰苦，也是暂时有怀疑，但是继续坚持信仰。到后来，较看到讲，这是上帝带领的过程。所以有一句话讲，上帝是爱咱。欢喜，也是爱咱得到成长。规工欢欢喜喜，就亲像幼稚园的囡仔同款，每天玩游戏、唱儿歌，好快乐。上午、下午还各有点心可以吃，好快乐。但是咧，永远拢是幼稚园的囡仔，未长大，永远就是遐戆戆。但是要成长咧。开始，咱就面对真侪挑战。伫挑战的中间，咱得到学习，然后咱知识，咱的身躯愈来愈臃肿，咱知识也渐渐增加。后来，咱真做会当自给自足，咱真做一个成人，会当为着家己负责，这叫做成长。但是成长的过程。咱需要面对真侪挑战，甚至有时阵会拄着失败、错误，然后咱一步一步来学习。所以，上帝敢真正敢若爱咱快乐，毋是上帝是爱咱得到成长。就亲像咱每一个做人的长辈、做人的时代共款，咱毋望咱的后代、咱的时势。是爱得到成长，所以咱会教养的中间，有时阵咱会处罚，有时阵对伫咱的时势，有时阵咱会处罚，有时阵咱会管教，咱袂当互因，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咱会教伊讲爱安尼做，爱安尼做，若无你就会安怎安怎。表面上咱看，咱互咱的时势。暂时得到无快乐，但是实际上因面对着这个管教，因面对着真侪的即个阻挡挑战，
甚至经历失败，因渐渐长大，这叫做上帝爱咱成长。但是咱伫过程中间，咱难免着亲像遮的百姓共款，希伯来人共款，会感觉讲啊，上帝就是派即个摩西害阮凄惨落魄啊！上帝是派即个人来害阮啦，这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咱敢毋是有时阵，咱伫信仰中间一时拄着困难，咱会想讲哦，遐个无信主会偌好啦，遐个无信主会偌好，无烦无恼，好亲像无烦无恼。伫教会有时阵咱爱服侍，有时阵咱伫教会，甚至伫信仰过程中间，咱面对着挑战。有时阵咱甚至会信仰绊倒，咱会想讲迄无信主会偌好，规工伫遐戆戆佚佗就好。但是咱莫袂记住，咱行过迄个过程，咱知影咱得到成长，咱知影咱哪来哪勇壮，咱的心灵哪来哪勇壮，咱知影咱有真多的改变，真多正面的改变。所以这互咱思考，咱敢是亲像即个被奴役者得自由了后，一拄着困难就开始少年怀念迄个做奴才的日子。咱伫以色列百姓心中，其实咱爱来反省咱家己信仰的过程。这就是埃及的奴隶迄做敲砖啊，迄做砖啊的图。拄着即款情形，不只是凄惨落魄的希伯来人，做奴才的希伯来人凄惨落魄。摩西也走去找上帝，甲上帝讲：主啊，你啥事歹款待即个百姓，啥事找我？摩西伊也有信仰的低潮，但是上帝伫六章中间，咱时间无够无读，但是伫遮先甲咱讲，六章出埃及记六章迄讲啥物？第六章出埃及记六章内底，上帝就搁一遍向摩西来显现，显明伊家己。上帝甲摩西搁一遍讲：我就是耶和华，我就是耶和华。咱知影上帝第一遍向摩西显现，用刺配互火烧来显现，详细也甲摩西，互摩西知影上帝的名耶和华，意思就是自由、拥有、自由、拥有，早伫地、现代伫地、永远伫地。讲我就是即个宇宙的主宰。我就是即个历史的主宰，我就是即个世界创造即个世界的主宰。然后上帝搁一遍提醒摩西，就是伊是即个持守伊的应允，并且对伫伊甲人所立的约，伊会守即个约的上帝。所以上帝讲：我就是即个，我就是即个。甲你的列祖立约的即个上帝，我也照着我所应允的，安怎带领你的前辈、你的祖先，我以前做过啥物？搁来，上帝搁互摩西知影，上帝对伫伊所应允的代志。是无条件，是一定会成全的。所以伫出埃及记六章60到90，上帝就一遍一遍讲：我要怎样做，我要怎样做。搁一遍，互摩西知影，上帝所应允的，上帝互伊得成。所以搁一遍表明，
上帝搁一遍表明，伊一定会拯救伊的百姓脱离埃及法老王的苦毒。搁来6章中间，出埃及记6章中间，也记载着摩西甲亚伦的族谱。这是要提醒咱啥物？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也是流便、西缅甲利未的上帝。利未就是摩西甲亚伦的阿公啊。意思是啥物？上帝持守伊对亚伯拉罕的应允，是要通过摩西的带领来成全伊拯救的应允。所以就影响这，咱伫今年是咱教会创设40冬，这40冬咱经历过真多。咱知影伫台北市，咱公有行，也是伫大楼内底的即款的中小型教会，伫最近的20冬是面对着真多的挑战。人会讲，伫台北这大都市内底，大者恒大，小者越来越小。有真侪大型教会，设备真充足，开真侪课程，然后礼拜中间声光效果一流，座位舒适，还冷气开放，灯光明亮，然后咧，牧师有时阵佫会故意带一个耳麦，袂输迄个Michael Jackson 共款，啊，有时阵佫会穿迄个皮衣，黄仁勋迄款皮衣，然后袂晓弹吉他，吉他嘛歹诶，真安尼，一边讲道一边弹一个吉他，真吸引真侪人。但是咱爱知影，西湖教会。咱面对着真侪挑战的中间，咱坚持到今仔日。咱照起工对伫教会逐样的事工，咱照起工。实际上，上帝就透过安尼来显明伊带领每一个人、每一个军队伊的基督徒，亲像带领咱共款。咱意爱即个所在。咱坚持伫即个所在来敬拜上帝，咱也好好啊经营咱即间教会。上帝显明伊家己，显明伊的疼痛，显明伫上帝的眼中，人是看外表，上帝看的是啥物？上帝看的是咱的信心，上帝看的是咱对伫咱。怎样回应上帝的疼痛甲稳定？所以就影响这，咱今仔日咱读到上帝显明伊家己，互摩西，也互上帝的百姓，搁较会当认捌到上帝的信息，也互咱知影上帝的应允一定会成全。所以，咱拢爱学习摩西，伫面对暂时的阻挡、暂时的艰难，甚至面对着恶担当的苦难的时阵，咱犹原爱照着所领受的呼召，咱勇敢面对挑战，咱互上帝的权能甲伊的荣光会当搁较显明。咱做伙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愿真渴慕会当时时刻刻感受到你的同在，阁有你的带领，因为阮伫现代生活中间，阮面对着真侪的事，互阮有一时的压力。
互阮有暂时的操烦，有时阵阮会感受到，好亲像真侪代志的发生，毋是照着阮所意啊。但是主啊，你透过圣经一遍一遍来对阮讲话，你爱阮知影，凡事拢有你的计划，你意爱阮，伫阮的生活中间，阮勇敢跟对你，阮也坚持着阮所相信的一切，来记牢你。透过安尼，你爱阮日日来成长。伫逐项事的中间，阮学习到的是搁较谦卑，互你来引带，也学习会当将你的话活伫阮的生活中间。主啊，阮知即个信仰的路，若无你的带领，是真困难来行。但是感谢主你透过阮经历的一切，互阮拢会当渐渐明白，就是凡事你拢会掌管，你的计划也是上美好。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时时刻刻提醒阮，也互阮亲像摩西共款，当阮暂时灰心丧志的时阵，也是暂时阮有操烦的时阵，阮会当到主你的面前，来互主你搁一遍显明你的疼痛恩典，甲你的信息。主啊，阮恳求你的圣神时刻来互阮感受到，阮毋是家己迄面对阮的生活，是有主你迄当行。主啊，恳求你的引带甲带领，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用上帝话甲咱带来勉励，这是咱来回应答上帝话，请咱掀开圣诗第149首，发出罪恶黑暗的交界。主，我就你，主，我就你，日伫光明的自由徛在，救主，我来就你。肉体白疼，你使我勇行；精神软者，你使我活命。脱离我罪正性，得你疼，救主，我来就你。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秋妹执事甲民兵执事来书写。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请咱做伙来掀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后礼拜是文字事工的奉献主日，台湾教会公报社要派新德中会退休的郑仁和牧师来本会请安报告。本会叶牧师受派前往社后教会。第二项，这是中会第74届第3届的会议，于明仔载上午10点伫济南教会召开。本会是由叶牧师甲名誉长老来代表出席。第三项，本年度的野外礼拜，咱配合咱教会设教40周年，扩大举行。咱定伫8月初10号要去前往宜兰的头城 YWC 的听头营来举行。迄天上午8点半要伫教会来坐游览车来前往，伫下晡到宜兰会来佚佗哈。咱伫有定是伫迄天会来做伙来食暗顿以后，咱暗时8点半以前会当转来伫内湖。咱鼓励咱教会兄弟姊妹邀请厝里的人做伙来参加，报名费用每一人是300块。第四项，最近的流行性感冒甲新冠肺炎的疫情真严重，咱呼吁咱大家做好咱个人的防疫，也建议有感冒症状也是体力较抵抗力较差的兄弟姊妹，咱自会先来挂喙暗仔。第五项，拜五暗时7点半有查经的聚会，咱是用每周的新港讲来做教材，请兄弟姊妹踊跃出席。第六项，若是有需要牧师探访，也是望来安排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请甲牧师也是中一来讲来通来安排。第七项是咱这后礼拜的这个题目经文吼，咱请咱家己来看。咱来看咱的主的活动。主日礼拜是主日的上午10点，献歌对日唱是主日的上午8点45分。咱每周的新港讲查经是拜五的暗时7点半。插会班是每个月一届，是伫拜六的上午10点。咱的献工事项吼，咱今仔日咱今仔日交代是咱的交代敢是文良兄甲现状兄吼，好。插会是杨长老，签售是名誉长老。后礼拜讲道是郑仁和牧师，书会是江长老，司琴是牧师娘，领唱是我本人，书献是秋妹执事甲玉洁执事。交代是宴庆节，寿安长老。后礼拜插会是秋妹执事，签售是小波节。
咱顶礼拜的人数奉献统计，咱家己来看，若是有毋对，咱请会计来提出更正。咱即摆来看本周的金句吼，伫周报的正平的下边吼，以赛亚书55章80到90，台语汉字版我来读一遍，咱做伙读2遍，华语咱做伙读一遍吼。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恁的路毋是我的路，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请。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是恁的念头，恁的路是我的路，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是恁的念头，恁的路是我的路，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咱今日敢若有新来的迄个，新来一位姊妹吼，有做叶冠仪姊妹，伊是咱较徛起来吼，伊是本来是请坐，伊本来是伫台南的天桥教会吼，咱已经来咱遮出差啦吼，真欢迎你今日甲阮做礼拜。望后摆嘛是有机会，咱继续搁来沟通，伫厝内底沟通。多谢。嘿，时间嘛好，安尼咱即马来吟煞咱即马来互相请安吼，请咱起立，咱三个用拱手，咱来互相请安。平安。咱来吟煞尾边的圣诗。圣诗第395首，圣诗第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引带，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保卫，打必洗清。咱请咱起立来吟全诗，吟诗后咱请牧师来甲咱祝祷。咱就爱伫每一天的中间，爱互圣神来引带，也爱常常爱会记住，就是无论拄着什么代志，拢毋是咱家己迄面对，是有上帝甲咱同在，是有上帝的计划是超越咱所通想象，所以就爱坚持信心，爱有勇气。
也爱起条伫上帝的恩典，勇敢来向前行。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应该变作恁，让主庇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住恁平安。阿门。请坐，列岛避讳。